消息继续来看，高雄市的前市长韩国瑜有意思要出面来整合到在野的势力，也毋过伊的前幕僚王千秋讲有两大前提：第一，爱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同意；第二，若是朱立伦已经决定这个方向是要整合到南甲北，甲郭台铭排除在外，安尼韩国瑜嘛无需要出面咯。 我都不敢做生意来，产品就不做生意，你看都没有了。再来到夜市啊调查民意，严格明明多看完棒球，夜市啊这细落又搁到半暝啊11点，行程排到这么满，莫非会当甲感动的，敢若这个查甫人。我非常支持他的看法，也希望他能够出来扮演一个能够促成整合成功的角色，这一点我是乐见其成的。虽然韩国瑜有意愿要做在野的堂口，也不过也是需要有这个上大前提。尤其是党主席朱立伦，如果说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他现在万一蓝白合已经进行到一个阶段，他自有节奏，他认为现在只要蓝白合继续往下走就好，那他当然不需要另外找一个委托出来的其他人来进行这件事情。也就是爱党主席朱立伦谈头同意下放整合的兵权。前立委柯家嘛讲，找过来过去属于田贵派的中常委，希望在拜赛中常会当面向朱立伦的建议，和韩国瑜来接这个任务。现在柯 P 的票、郭台铭的票有一部分是韩粉，一插出来一定会比较中立。只要能向下民进党，我们什么样都能接受。他是有力量、有影响力。 但是呢，他没有决策的权利。非绿阵营的整合完全靠朱立伦的一念之间。有韩国瑜主动传球助攻，严格咁要国党的球场，朱总教练也得爱看卖战术板顶悬，咁也有空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